曾經喺一個樓層裏邊，我哋同時揾到幾具嘅遺體，呢啲遺體有大有細，去到某一個階段，其實我哋係需要用一啲工具將個遺體移離嘅，但係我哋嘅同事為咗呢啲遺體有更完整嘅交翻俾佢哋嘅家人，佢哋係徒手去挖掘嘅，包括一啲沙石、泥濘、雜物、污水。佢哋唯一嘅目的就係想保持遺體嘅完整。